展。星期一開始展開為期2個月嘅公眾諮詢。陳茂波表示，諮詢需要聚焦探討點樣結合香港優勢同特色，保障短板落實具體路徑，擴大發展機會等等。需要深刻總結過去，以宏觀視野想像未來。佢話國家創科領域穩健優秀企業，帶動港股科技含金量持續提升。新經濟公司佔港股總市值達55%，股市流動性持續增加。頭5個月人均成交額超過2300億，按年上升1成4。而今年頭4個月，每港貨物出口上升約3成5。5年規劃諮詢要問嘅，只係點樣延續良好趨勢，引入鞏固、提升、開拓新發展空間同市場，開創新增長模式。陳茂波強調，未來關鍵任務係產業發展同經濟升級，要加快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。喺諮詢引資同吸引前沿科技落戶之後，跟住落嚟就要思考點令資金規模。陳茂波形容國家之後，粵港澳大灣區係唯一同時兼具 AI、先進製造、國際化應用場景同國際金融中心等等優勢嘅新資群，要進一步促進區內嘅規則銜接。國家實行區域改革開放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。陳茂波預告，今個星期將會出發前往上海同北京，探討互動金融進一步結合發展，同埋加強南京同本港多家合作空間互動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偉傑報道。首位港產航空員黎家榮先生5個月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，爭取喺1、2個月之後，為黎家榮發放天地對話。嚟自香港嘅出口專家黎家榮正隨神舟23號喺中國太空站執行任務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透露，正爭取1、2個月後安排黎家榮同港人天地對話。正在筹办的这个协调上，国家在方面肯定是在协调，争取在不久的将来，1、2个月后差不多，好吧？然后我们汇报，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。原来我们说，这个青年学生出来之后，会说，哎呀，我们社会青年最后团队，包括他的同事，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，就下面有个創新科技處2年前推出中國撥款超過10億，支持本地大學6個航天科研項目，包括黎家榮將為佢太空站操作天維相機。孫東話：太空發展處於起步階段，喺中上游科研有優勢，唔排除推進嘅新航天事業發展，喺中下游可以落實佈局。那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服务国际化这个交往非常成熟，可以帮助我们国家的一些科技产业走出去。另外呢，香港可以利用它这个数据的优势、开发的优势，可以协助国家这些大企业，比如通过一些低轨卫星星的能力，去积极构建一个国际化的大数据服務。佢又話：本港各間大學正參與天文系列火星探測研究，政府應該同大學成立多個科研平台，係吸引國際化人才嘅獨特優勢。無線電視記者葉之樂報道。夜晚嘅黎家榮總統嘅神舟23號星組撞毀工作順利。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發布神23最新嘅片段，見到黎家榮同指令長朱楊柱、航天發射員張志遠喺太空站密切協作。喺上個發嘅工作當中，佢哋開展咗相當項研究嘅樣本觀察、回收同埋保存，亦都完成全地航壓力應急演練。黎家榮同隊友互相配合，好快穿達到裝備。佢哋又進行咗整備艙內食物物資等工作。喺片段中見到黎家榮撞開樓梯，Cooperate. We're on the sea walls. Cars. And a few. I don't think that is a few. This might be a steal.
標，做法冇違反接追溯力嘅一般法原則。原因之一係附例冇改變到涉及刑事案中嘅罪名。我小時候在公園我們不是小孩子，你還是被動責任，這個來的非正責任。